来看美国这帮华盛顿国民队30举办台湾节，咱台湾乌燕啦啦队要去现场表演。副总统萧美琴嘛透过影片开场，来看公司国际记者伫咧华府的报道。美国这帮大联盟华府国民队球赛开场，大电视顶面出现神秘嘉宾。Hi everyone, I am Xiaobi Kim, Vice President of Taiwan. 伫大电视顶面，萧美琴以中华民国台湾副总统的身份来出现，经由52秒影片重回华府。主办单位烦恼遭到中国的抗议，进前是真保密。也那萧美琴也用棒球、球棍代表两国的关系。Like in America, baseball is loved across Taiwan. It brings people together. Today, we honor our friendship and the values cherished by both the Taiwanese and American people. 这场比赛由台湾球团向球团争取以互惠方式筹办台湾日，1000张的套票拢卖了了。现场的球迷穿着台湾的球衫来支持。开场的表演相关是来自台湾。中华职棒乐天桃园啦啦队乐天查某囡仔演40分钟的应援组曲，吸引侨胞来看因的风采。我们台湾应援文化呢，就是你可能看过一遍，你第二次就可以跟上了。所以我们希望在球场的时候，我们边跳一次的时候，大家可以跟上，立马跟上。在上一个球场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跳一遍，然后旁边的吉祥物就跟着一起跳了。对。伫华府举办台湾日，咱国驻美代表朱大雷也到现场来支持。不过，这阵正是台湾内阁改组时阵，驻美代表是毋是出现变动，也真受到注意。正前有媒体报讲，咱国伫美国的代表要交予国安会副秘书长徐思俭接任。针对这消息，现任的代表是为公了事实。这是一个假设性问题。台美关系，历经了这个台湾的大选、美国的大选，确保台美关系的这种连贯性也一直维持的。那至于人事问题，我想。外交部已经说明过了，对不对？原来这个关税谈判，朱大雷讲，双方将以包裹式谈判，争取加半度退关税，甲20%的暂时性税率，斗阵来讲甲更加低。原来行政院副院长田立军是不是会伫9月重回华府来协商？伊是讲有需要就会来。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美国华府报道。